咱三甲来祈祷，父上帝，阮今仔日来到你面头前，求你的圣神引带阮入伫真理，互阮会当来晓悟耶稣啥事死伫十字架，伊啥事要受苦难，求主你帮助阮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即时来拍开周报第3页，咱来看海德堡条理问答问题37。你对受难这个名词有啥物了解？应答讲：我所了解的是以耶稣基督，伊是活伫世间全部的时间，特别是最后的阶段，伊伫身躯甲灵魂担当了上帝对全人类罪恶的愤怒，至到会当借着伊的受难，做唯一的赎罪者，伊会当救赎咱的身体甲咱灵魂脱离永远的沉沦，并且为着咱得到上帝恩典、公义甲永活。问题38。为何伫审判官本丢比拉多的手下来受难呢？回答安尼讲：虽望基督原本是无罪的，但是伊互属世的审判官定罪，要当至到要自从咱本来应该受上帝严苛的审判的中间，把咱救出来。问题39。伊用钉死伫十字架，是安怎会用这种的方式，无用别种的方式咧？这有啥物特殊的意义？回答讲有，因为我确信，我确定知影，伊已经自从加伫我身躯的咒诅，担当伫家己的身躯，因为十字架的死是上帝所咒诅的。咱今仔日进入第15主日，咱迄个使徒圣经咱都有读过。使徒圣经讲到耶稣基督对在色女玛利亚来出世了后，完全都无过来讲到耶稣伊的生平甲伊的工作，接续随马上讲到耶稣受难。咱今仔日这个受难有3个赞处来讲。问题37就讲到耶稣受难是什么意义？38就问讲耶稣受难是事实无？是事实，伫本丢比拉多的任内。第39讲耶稣想到该死伫这十字架，这十字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这3项，所以咱今日照这3项，咱来解说今日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意义。咱来看问题37。咱问题37分做3方面来讲。第一方面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受难，耶稣伊是伫身体甲伊的灵魂拢受苦难。咱这海德堡问答特别问讲，耶稣基督伊毋是干那死伫十字架受苦难尔，耶稣一世人的所行的道路，拢总甲受苦有关系。耶稣的受苦毋是身躯尔，连伊的灵魂嘛是受真多的吞打甲痛苦。咱来想看觅下，耶稣基督伊伫创世以前，伊甲天父上帝三甲比例。伊伫设施伊若是伫亚当还未坠落进前来成做人，伊嘛是真正的谦卑甲屈家，这是一个真伟大的谦卑。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阵，人已经坠落，罪恶甲邪恶已经伫这个世间满是。伊这时伊要去愿意降尊就卑，这种是何等的伟大！咱每一个人拢经历真多的悲苦，但是大部分拢毋是咱自愿的。若是耶稣基督咧，伊是家己选择的，伊自愿的来顺探上帝的旨意，对天顶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出世伫马条，
毋是伫一个温暖的村坡，伊造物希律王的大屠杀，去逃闪到埃及，伊生长伫拿撒勒这个所在，真正受互人轻视甲踢笑的小所在。伊伫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，伊非常疲劳、野心甲夭饿。伊嘛因为伊好的朋友列撒罗来死，伊来哀哭。耶稣基督伫世间上常常受踢笑、受谩骂，但是伊教世人真理，伊医治病人，伊赶鬼，伊宣布上帝的赦免，伊世界伊所教的所在，拢是做善事。伊这人真充满有权柄。所以为人跟随伊，为人反对伊，但是到落尾，连伊的亲情讲已经起笑啊。马可福音3章21节，伊的对敌讲伊的对敌大家群众讲伊是互贵妇心。这马可福音3章30节，伊到尾啊，伊互厌弃，受害，定死入去。而且伊死入去的时阵，伊的门徒四散。伊在生的时无枕头的所在，死了后嘛无。所以我的小弟讲耶稣的死是伫这个汉人来讲是上可怜的。老母个伫咧来死，这种叫做夭寿死，对不对？伊死的时无母无狗，无人旁倒，这怎煞变做啥？变做孤魂野鬼。伊死的时向脱马蹄。为啥呢？来死，这是见笑死。伊阁无做，阁用定死，这冤枉死。所以全世界内底，独耶稣基督受的苦难，哪亲像先知以赛亚讲的，讲伊无真水的面貌，互人会通欣羡。伊互藐视，互厌弃，受苦难，常常拄着忧愁甲患难，伊用藐视，人无要看伊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受的苦。但是耶稣基督所受的苦，毋是干那伫身躯，嘛是伫伊心灵。因为伊伫永远到永远，伊甲上帝合做一。因两个是真正亲密。但是伫十字架顶，耶稣来担当世间人的罪恶的时阵，真正的痛苦，毋是身躯迄种互人吞打。耶稣基督伊所受的其实是精神的苦，因为伊甲上帝本来结连，但是因为上帝互伊来成做咱世间人的代替咱，所以咱的罪拢集中伫伊身上。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互上帝所处死。所以耶稣基督讲：“我的神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离开我？”所以这上大的痛苦，就是耶稣基督为着人的救恩，互上帝来隔离，甲上帝来放杀。所以人最大的痛苦，就是甲上帝隔开，来陷伫这个罪恶黑暗，来绝望。耶稣伫十字架的牺牲，这叫做高和的牺牲。讲伊叫做复合性的牺牲，互咱甲上帝，咱搁再一摆和好。咱嘛咱因为耶稣伊受上帝放杀，了后甲和好，咱亲像啥？咱用伫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有一个传染病，伊要讲到这个叫做联军会当为法国的为法国的诺曼底会当登陆，但是伊要传播这个消息的时阵，无个电线无够长，伊全为两边的电线落的，甲这边的电线落的，讲通的时阵伊全用电视，电视的时阵就通消息了联军拢有白开。耶稣基督是咱甲上帝中间迄种隔离，是咱罪来隔离。结果耶稣基督伫咱的上帝甲人的中间，互咱搁来和好，
搁来通开。啊，所以咱甲上帝和解和好了后，搁好了后时，咱嘛会当甲家己和解，咱会当对上帝得到真正的自尊、自爱、自信，甲咱嘛当甲人搁再和好，嘛当尊人、听人、甲信任人、接纳人。这是耶稣基督伊伫身躯甲身体所受的苦难。第二项。耶稣的受难的第二个意义，就是伊担当上帝的愤怒，这叫做挽回性的牺牲。伊替咱的罪叫做挽回的罪。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受苦受死，因为咱伫身体甲灵魂拢犯罪，所以耶稣的确爱担伫伊的身体甲灵魂来受苦。伊所受的苦难伫十字架顶到真悬的上悬峰，迄时伊担当上帝对人类所有的罪恶的愤怒，所以基督自从对上帝震怒的中间，咱救开，因为咱本来就应该受沉沦的，啊，耶稣基督为咱，所以耶稣基督为咱担当所有的震怒。所以本来应该这个愤怒是爱到咱头壳顶，到咱身躯，到咱灵魂，但是耶稣伫顶悬替咱砍开，所有的震怒拢降为耶稣来。那亲像一届一个火烧的时阵，大家发现讲啊，遐一堆，遐个一铺什物件呢？结果咧，迄铺搭掀开，煞是一只啥？一只老鸡母。迄鸡母小可臭的大，啊！阵为了鸡母，阵啊拆开的时阵，小可裸发现内底有一收的啥鸡仔囝，啊！撇开是这鸡仔囝准爬出来，啊！耶稣基督就是替咱受到上帝上大的愤怒，所以耶稣基督承受，耶稣基督会当来动开，会当取消上帝公义的愤怒。因为这个愤怒是耶稣已经担当啊，所以咧，耶稣基督哪亲像用啥呢？乾坤大挪移，你捌听过这个名词无？这个张无忌啊，伫倚天屠龙记内底有一个张无忌，伊有一个乾坤大挪移，这上帝愤怒，耶稣基督自从这乾坤大挪移，咱本来要对咱的，全移到伊的心上。伊到个心中，伊全受死啊！所以这叫做挽回罪、挽回的牺牲。好，第三种就是耶稣的受苦的意义叫做赎回性的牺牲。耶稣基督为咱世间人，咱犯罪来救赎咱的身体甲灵魂，脱离永远的沉沦。耶稣伊付出这个赎罪的价值，较早的人若要买奴才。是拢用金用银啊，直接来拍卖啊！咱犯罪了后，咱欠亏上帝，上帝是借主，咱是借物的人，所以咱的罪是亏欠上帝的恩光。结果咧，咱这人已经亏欠上帝了后，咱变做甲上帝隔开，成做孤儿啊！这个魔鬼撒旦就来咱吞食咱，所以毋是咱亏欠魔鬼。毋是魔鬼，伊无主权来管辖咱，但是咧，咱犯罪了后，去互魔鬼抓去。啊，所以基督的死，基督流出宝血来买赎咱。伊所付的代价，毋是金，也毋是银，是用伊身体为咱来死，流出宝血来行这个对上帝的亏欠。所以上帝是原来的借主，这种的亏欠，唔是有人用功德、用善行、用什么条件会当来弥补的。只有个来耶稣基督，伊点伫人甲上帝中间，伊用迄个义者，伊是义的人，伊无犯罪的人，伊来宣传上帝对人公义的要求。所以伊的受难，伊就是替咱付出这个赎价，来献互天父上帝。所以保罗先生安尼讲，因为恁是用重价所买赎来，所以恁来先伫你的身躯顶
来迎光上帝。了后，咱第二项，咱要来讲到第二大项，要来讲到这个受难的历史。本丢比拉多的审判，这是问题第38。耶稣基督去互本丢比拉多来定罪。咱知影使徒圣经内底只有2个人是真正伫历史中存在。除了耶稣基督了后，一个是玛利亚，一个是本丢比拉多。所以这证明耶稣基督是历史中的人物。耶稣基督唔是小说的人物，所以为人信什么孙悟空、什么大圣爷，这历史上无人的。为人信猪八戒啊，是什么元帅，这种总是这历史中拢无。耶稣基督是历史中的人物。咱知影希多拉会当这个留这个臭名伫这全世界，因为伊用毒气害死犹太人600万。啊，这个本丢比拉多，伊本来嘛是一个无名的小卒。伊是在历史中有名，因为伊杀死耶稣，真做历史的名人。因为迄当时犹太人是受罗马帝国来统治，犹太人伊无权会当人处死刑。啊，要安怎呢？伊若要处死刑，因得爱注重这个权交互罗马政府。啊，迄当时罗马的巡抚就是比拉多。啊，所以犹太人伊控告耶稣，伊自称是救主，自称是基督弥赛亚，所以伊是亵渎上帝。啊，但是亵渎上帝这个名，罗马政府无罗马政府无管人宗教的代志。啊，伊说伊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安尼转做交我统治者。咱来了解，我较早未信的时候想，啊，本丢比拉多害死耶稣，啊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啊，甲我罪有啥物关系？啊，免什么伊这和我无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伊2000人的代志，啊，个罗马人，啊，我和我有啥关系？我才想到这个问题啦。啊，这个问题咱所以咱今日来解说这个问题。咱要注意哦，第一，这个判决是什么人判决的？是罗马政府。啊，这个罗马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13章第一节讲，既然所有掌权者拢是上帝所命定的，所以咧，这个上帝的囝，伊出世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以色列，这毋是偶然的。耶稣互伫这个民政官的面前受审判，嘛毋是意外，拢毋是意外。所以伊真正的问题就是讲，上帝较会设这个民政官。啊，现在耶稣会出世伫遮，互宣告。咱知影，比拉多虽梦是代表罗马政府，但是伊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基督的死其实是上帝的旨意，照着安尼来替咱世界人担当这个罪。咱另外一方面来讲，罗马帝国是啥？比拉多是代表人类政治的上悬的权柄，罗马帝国嘛代表人类文化上悬最高的文明，甲罪恶人类罪恶的迄个集大成，所以人类罪恶拢伫遮。啊，对到耶稣的受苦难，其实耶稣是受所有人类的罪恶来审判、来害死，政治得的、文化得的、罪恶得的。所以，这个比拉多是代表全人类来拒绝耶稣，无相信耶稣是主，所以耶稣来死。第三项来讲，这个比拉多伊嘛代表犹太人的意志。这犹太人因为安怎讲？因为伊明知伊是无罪，啊，还有犹太人大牵拖、大逼。大压大逼，其实也咱卖插犹太人，照罗马政府无，但是伊所屈落伫这个犹太人的中间，所以伊无坚持公义的原则，伊藐视伊良心的声音。明明知影耶稣无罪，可自从耶稣乱判，并做叛乱，了解无？因为定是个就这样样定是，就是叛乱叛国的。啊，耶稣伊讲犹太人的王是真理的王，啊，毋是这个真正政治的王。啊，所以无啊，啊，所以伊
比勒德是乱判讲伊是叛乱啊，这是对不对？这是安尼所以咧，你咱来知影，伊这嘛是犹太人无爱接受耶稣做上帝的囝，犹太人无爱接受耶稣做上帝的囝。这个比勒德嘛代表啥？伊洗手表明无辜，就代表讲咱人一种罪叫做软弱，明知影是真理，无照真理来行；明知影是公义，无照公义来行。所以所以耶稣的死，其实是什么种的死？是代表咱所有人类明明知影上帝囝来到这个世间。搁再搁要互伊死，这就是咱的罪大，所以代表耶稣为着这个罪恶极大的人来死。所以保罗先生讲啥？使徒讲，上帝互咧无罪来代替咱加做罪，互咱会让伫上帝面头前称作义。咱第三大项来讲，耶稣受难的方式是钉死伫十字架。奇怪，耶稣要为咱世间人来罪来死，什么种拢会使，先都开始死伫十字架。这个问题37讲，耶稣伫地上所有的苦难是伫伊生活每一项，但是伊的死亡的方式非常特别。这个问题39的。耶稣用钉十字架其实有一个真特殊的意义，因为根据圣经。这个钉死的十字架是受咒惨、受咒诅的终极的表现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像耶稣是咱要当十字架受咒诅，咱先来了解第一方面。这个第一方面就是钉十字架是受咒诅的司法，是咱要受咒诅来讲第二方面，咱应该得到的咒诅，伫创世纪第1章甲第3章有表明亚当甲夏娃。本来是甲上帝立约，因这个上帝立约，所有这个园中的果子拢会当食，伫园中会当修理甲看顾，来保护这个爱丁乐园。独一项袂使食，就是迄个分别善恶果袂使食。所以伊用夏娃做例，夏娃伊回答这个蛇的问题，讲着啥？讲阮若食的日子。的确要死，这是伊这是啊，伊若这日子就要受咒诅了。结果因两个犯罪了后，咱全世界的人拢总伫亚当的内面受罪，所以咱嘛是伫伊第一摆的犯罪有份，咱做伙来对了。所以上帝愤怒，就对到所有的人，这就是对到所有人，这是咱顶礼拜所讲过啊。今仔咱过来了解是安怎。人死较要去受咒惨呢？来两方面，圣经的记载，咱若要了解这种，咱为圣经来。圣经的记载伫这个《申命记》21章29、23节讲因这以色列人，设施因若犯着死罪，遮尔重的罪吼，伊治死了后，袂使来带，因为你若带了，你会污秽这个土地，免怎呢？就来挂踮树仔顶，死了就挂踮树顶，安尼免得误会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做产业的土地。既然互挂伫树顶的人，这是受咒惨的。咱台湾人是啥？咱台湾人有挂伫树顶无？有，是死鸟挂树头，死狗放水流。好，较早我做囡仔是到地拢袂死鸟拢伫树顶，到遐。若去迄个伊徛在洗水，哇！一个死狗就出来，洗一半，一只狗就出来。这台湾人咧，以色列人毋是安尼，以色列人挂伫树顶的是这，所以咱来这背景就是这个摩西论到死刑犯，因若用刑罚了后，这个尸体规暗拢爱挂踮树顶，互伊莫污染这个土地，安尼。所以这种的意思是啥？挂踮的意思是啥？就是讲，你这个人这邪恶，你到你受刑了后，你爱为上帝面前去用刷走。所以，一些人就从这人来挂踮树仔顶，这个刑罚就是讲，人死了后，对地上甲天顶，因为挂伫树仔顶嘛，袂当上天啊，也袂当落地啊。
的意思就讲你对天顶，你对活人的所在，为地上甲天顶，拢总互除名，无搁再互纪念，表示你受到人甲上帝的弃绝。伫地上、伫天顶，你拢总无位，你无上帝任何所在，伫上帝面头前，你永远无存在。这是对人迄个，这真邪恶，这种谋害人的罪。啊，罗马人吼，罗马的人因就将人活活钉死伫世界，这个可能是人为发明来报复人类内底上可怕、上残酷、上痛苦的死刑。啊，罗马人只有敢若用伫啥？用伫迄个政治叛乱呢？啊，因那人定死刑的时阵哦，迄罗马人在定死刑时，一定执行的时阵，找足侪人来围观。啊，围观的人爱大这人笑，互人笑，所以这就是抬价行高。啊，这所以用定死刑，这是一个真大的侮辱。安怎讲呢？因为这犯人全部身躯爱规身躯的衫裤拢白光光，啊，这对犹太人感觉是真正见笑，甚至这个第十字架顶吼，伊所有的摆设拢总互人世间人，大家拢爱吟目睭金在咧看，迄足见笑的。啊，这毋但见笑了，迄个心情的痛苦佮极其难忍，因为定死的人伫遐死来运去。啊，佮无当随死，啊，所以伊伫遐真正摇摇，真正喙焦，啊，淡仔嗨，啊，日头呢，迄落咧，因咧伫遐沙漠的所在，日头是日头晒到有够痛苦的，啊，阳时是寒到有够痛苦的，啊，咧长期拖到尾啊，大部分要死人，拢总是精神错乱，啊，所以伫这个精神错乱了来死，啊，所以姚李问答就讲到这个。犹太人的背景，佮讲到罗马人的背景，讲钉十字架是上帝所救助的一种司法，因为伊受到万人的唾弃，嘛受到上帝的弃绝。安尼，咱就了解，咱本来咱这人，咱违背上帝的律法，所以咱未堪得到上帝恩典，咱只有会堪得受咒诅。所以保罗先生讲说。圣经原来记载，既然无照上帝的律法去行的人，就应该受咒诅。这就是加拉太书3章第10节。咱注意哦，这咒诅毋是上帝加伫人的身上，是咱家己缔造的。因为上帝的子民对起初，因一摆搁一摆来确定讲。咱若无遵循上帝的真理、上帝的律法，咱的确受咒诅。所以咒诅来临到的时阵，咱袂使讲啊，上帝吼无这个慈悲心，无疼人的心。这毋是，这是咱家己所惹的，咱袂当牵拖。所以对于安若讲到这的时阵，咱变怎？所以人类内底拢发明宗教，人类用啥？用道德，人类用啥？用好的所行来想来弥补人的问题，所以我第2摆有讲过哦，台湾人为着啥？因为台湾人是感觉女娲补天嘛，所以用补的，所以台湾人若身体歹就进补，对不对？啊，读册读了歹咧，就补习，考试考不了就补考，啊，道德歹咧，品行歹咧。修桥造路铺路啊，拢用补的啊！啊，圣经讲啥？啊，这个代志要对到安怎是？第3项来讲，基督伫十字架为咱来受咒诅。耶稣基督就是为着这个处理这个问题来，因为伊要做上帝的祭品。咱知影所有的祭司哦，所献的祭是牛甲羊，但是耶稣基督伊献的祭是伊家己本身。伊毋但是祭司，伊嘛是祭米，伊要满足上帝公义的。所以来到这，耶稣基督做2个代志，第一就是伊完全对起头，伊拢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对到伊的学生，甲伊的对敌，无论是法利赛人，无论是文士，无论是撒都该人，拢总挑出，拢总无当挑出。
耶稣有一项代志难散，无照上帝的路途来行，甚至伊几个学生咪做伙徛起，做伙困，做伙食，做伙大，拢嘛无发现伊耶稣伊安尼。所以耶稣是主动的来顺服上帝，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。直到耶稣基督唔但是人看无伊的罪，连天父上帝伫伊受洗礼时，甲伫伊这个变上山的时候讲啥？讲这是我所喜爱的囝，这是我所爱的囝，恁着爱顺探伊。啊，第二样就是讲，耶稣基督伊嘛是受啥？伊这个义的人来担当咱一切的救助，所以耶稣伊担当这个救助的时阵，伊是啥？伊12架电进前2项，第一项是用鞭打拍，第二项在地上地刺皮的免流，刺皮的免流。咱知影，咱对王冠应该是伫的物件，应该是金的王冠，顶冠应该有旋钮，无得应该有啥？各有玛勒珠宝。结果耶稣所伫的是刺皮，因为咱唔捌看过刺皮啦，吼。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为以前咧摕刺皮来，刺皮你听有无？荆棘啦，摕刺皮，啊，一个刺皮差不多拢比咱的这个手指头较长，迄个刺啊，啊，所以这刺皮做起来时，为头壳顶到那低咧，啊，了后佫啥？佫用来拱落，这王帽来拱落。咱知影吼，咱台湾人有句话讲，好什么倒地鹅，啊，歹什么地王帽。但是耶稣伫的王帽是啥？免流就是王帽啦，啊，台湾人讲做王帽啦。啊，这个圣经讲的做免流，这王帽是啥？是刺皮，所以咱规个头壳、伊的额头，规个拢流血。啊，这个刺皮是对倒来，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，地受咒诅，全生出刺皮开。所以刺皮的意思是讲咒诅的意思。耶稣的是一个电进前，伊地刺皮，为咱来受咒诅。直到咱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咒诅应该是咱来受的，结果是耶稣基督替咱来担当。所以，咱小可来想看卖，耶稣这3年半，伊所有的脚业行到的所在是世界做善事，伊留的是一个真佳美的脚业，伊的双手。祝福遐侪人，啊，望遐侪破病人，人医治好。结果咧，伊的手互电死，伊的脚互电咧，啊，伊的耳孔一直听遐个丧乡痛苦的人，因讲因的苦楚，伊的目睭是流落一个真温柔的眼光。结果，伊渐渐无力，伊耳孔无当听落，因自从伊肉体来拍破，所以基督伊上大的痛苦，其实是在啥？伊互人放杀，伊互人放杀了后，用定十字架，了后伊伫黑暗的中间，伊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希望上帝甲以前共款，看伊做伊是上帝所喜爱的囝，但是咧，伊当时互人当作罪犯定死，甲这个罪犯做伙受咒惨，伊地高伊嘛是受到天父上帝的气杀，所以整个哥哥他在山顶，若是用地甲共款，上帝天国的门已经关开，地甲的黑暗已经大黑暗大幕都打开。所以耶稣意识到上帝气杀伊，所以伊伫真孤单中间讲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啥事气杀我？”伊互上帝气杀，即个伊的耶稣基督心拢总去用插。上帝自从伊独生囝，伊所喜爱的囝，来吞着到伊无法度忍受的迄种的艰苦。伊自从耶稣基督关伫外口。的黑暗，耶稣受到真大的痛苦，伊的心碎，所以真正自从人，自从互耶稣上心疼，
唔是犹大的背叛，唔是彼得无认主，唔是这借石头的假先假冒伪先，互咱看到的是，这个救助遮尔深，耶稣滴到伊的心拢脆，就是耶稣为咱来死，为咱来受救助。所以保罗先生伫保罗罗马人书讲啥？讲上帝连家己的囝拢无疼惜，甘愿互伊来为咱来舍命。上帝减袂自用万米，甲伊做伙白白来收赎咱呢。保罗先生伊嘛讲，基督为了咱受救助，要赎回咱脱离律法的救助，因为圣经有安尼记载，既若挂伫插头顶、插顶的，拢是受救助的。这加拉太书第3章13节。所以耶稣基督伊为咱受救助，伊的头壳顶受救助，伊人规身躯个人受救助。这个救助了后，请问救助的倒变啥？就是福气、祝福。所以咱会当因为耶稣受救助，得到上帝救助以后，耶稣受去了，全留落来存啥？存上帝对咱的祝福。所以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担当咱应该受的救助，救助已经拄去，福气已经临到，所以咱真心受上帝天父上帝的悦纳，伊毋是对咱接纳尔，伊个欢喜接纳咱，成做伊的囝儿，搁再注重一切属灵甲物质的祝福收束互咱。所以伫基督的内面，所有一切救助拢无去。所以我诚细人吼，什么生命的救助啦，人际关系救助啦，啊，定时的救助啦，朋友的救助啦，拢总无去。信耶稣的人吼，咱知影咱受到真大的束缚，咱知影咱的细囝吼出世的时阵，就真仰望父母的祝福。但是父母哦，咱台湾人真恶劣的要祝福父母啊，即摆少年的啦。较早咱父母更讲了，讲即个，你这碰倒地命的、死路崩的、看本机啊，这对不对？啊，咱讲这个，啊，咱真意的父母的祝福，这个父母不要祝福，不要学了囡仔。那这考试安尼，考9科、8科100，1科歹，啊，父母嘛看咧歹。你这个现在逐科拢考啊歹，啊，你讲我都敢考1科尔。啊！你应吹应记，你北方你逐摆拢应吹应记，我无啦，我即摆来讲尔，拢是拢讲即个话。啊，恁到学校老师，啊老师嘛是对学生嘛一直救助，啊出去外口上班，啊头家嘛是救助，啊为结婚呢，阿某应该三听互相祝福，嘛是救助。啊台湾人讲啥？讲叫家己某讲是茶白啊，啊茶白是咧白茶的呢。白茶你知影茶足刺的，手也出去会有插到。啊，用白茶，拢讲我足歹话，拢讲拢无好话。啊，所以咧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耶稣基督已经自用这个赐福互阮，所以我知影我是受福气的。所以上帝已经 God bless me， 上帝赐福我，所以我爱 bless God， 爱称颂阿拉上帝。I bless you， 我爱祝福人。所以，一个人会当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就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得到上帝的救赎，伊就是为一切救助拢脱离，伊的身躯一生拢是伫上帝福气的中间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我要伫你的面头前来谦卑，因为阮本来是受救助的，但是这个救助已经互耶稣基督来为阮来承受已经拄去，所以阮每一日虽望阮犯罪的罪，真正真严重、甲真隐捌的罪，但是阮会当通来到你的父上帝面头前，来领受天父你的赦罪之恩。所以阮每一天拢来到你面前，用感恩的心来称颂阿拉主。阮也求主你帮助阮。阮即个恩典人，阮用恩典来报答，阮恩待阮周间的四周围所有的人，阮来祝福因，
来俄罗因来感谢因，亲像阮来称颂俄罗上帝安尼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但见无受咒诅，搁再咒诅人，变做一个祝福人的福气。阮安尼祈祷，感恩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